Hello，我係 Johnson。咁多年嘅面試經驗咧，有一個我幾特別嘅回憶，我記得就有一個 candidate 咧，面試之前，我同事一個 receptionist 入到嚟同我講：喂 ，Johnson， 你係 candidate 喺房，不過佢好特別，佢竟然要凍奶茶。咁當然呢個 candidate 咧，咁特別嘅 candidate， 最後咧我係冇請佢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冇 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咁而呢個故事都講俾大家聽，其實除咗 interviewer 自己係一個評估你嘅人之外，其實帶你入去房坐低嗰個 receptionist， 亦都係對你一個評估嘅人嚟嘅，千祈唔好忽略。咁同埋咧，往往呢個人亦都係會俾你帶你去一個 interview room， 然後叫你隨便坐。咁究竟隨便坐呢個意思係叫你坐喺邊度咧？首先我哋睇睇呢個圖。嗱，我哋有 A、B、C、D、E、F 6個位置嚇，咁而亦都有窗啦。咁外邊通常都係梗係風景啦、樓景啦或者係海景啦，啱唔啱？好啦，喺 E.F 後邊咧就通常係一埲牆嚟嘅。作為一個 interviewee， 一個候選人，我相信你一定會揀一係就 A， 一係就 B， 一係就 F。其他3個我諗你未必會揀。好啦，咁我哋就睇睇呢3個位，我哋應該揀邊個？如果你嘅答案你係想揀 A 嘅説話，咁我好恭喜你，因為將來你一定係一個老闆嚟嘅，因為通常呢個係主席位，老闆先坐嘅。好啦，咁即係剩翻落嚟，我哋可以揀嘅應該就係 B 或者 F 啦。你會揀 B 定係 F 呢？如果你揀 B， 咁我揀 F 啦。點解呢？好簡單。如果你揀 B 嘅話，你係背光而坐。第一，第二，interviewer 行入嚟，如果想同你握手或者想同你俾卡片，佢話要行到入去房嘅裏邊先至可以接觸到你。咁對佢嚟講，其實行多咗幾步嘅。咁如果你係坐喺 F 嘅話，好簡單。interviewer 一入嚟，一開門就可以同你握手，就可以同你俾卡片你，然後好舒服咁，佢可以坐喺 A 或者係選擇坐喺 B 啦。當然，其實如果佢係揀 A 嘅説話，你哋都可以知道呢位嘅上司或者係 HR 嘅同事，佢係非常之 professional， 亦都比較係一個開明嘅人。但係如果佢係揀 B 嘅話，佢應該係一個比較保守，亦都比較老派嘅一個 interviewer。點解有咁嘅分別？上我堂啦，我會教你嘅。